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客会》，我係民主。今日當貼片咯，你我來看那個茶壽。到底什麼是茶壽呢？先來介紹我旁邊這個厲害的大姐茶壽稻草編的傳人。這個是什麼呢？兩罐，罐。稻杆吗？麻绳跟稻杆，所以要慢慢的把它这样缠起来。要就布头一整。所以以前呢，没有热水壶的时代，就是靠这个茶寿来让它保温，对不对？对。以前就是从那个师姐妹那边，那个小鸟巢那边研发出来。研发的阿嬷就想说，阿公太辛苦了，天天到山上去。田里工作嘛，吃的肉饭啊，冷的饭啊，都冷掉了，这么辛苦做，吃就舍不得啊。阿妈就想说，那个鸟巢这么小的可以铺那个蛋，那个时候有保温的效果。阿妈就是从那边延伸到灵感出来，可以放棉花布包起来，可以保温啊。就是茶寿了。所以它的起源呢，就是一个爱情故事。现在呢，这个热水壶比较普遍了。对，热水壶的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弄管。这个热水的客家话呢，就是叫做少水。那我们再来挑战一整句话，就是热水壶保温效果很好，就是弄管保温好过冻火，嘿，好厉害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呢认识了这个茶寿，原来呢它的由来是有一个爱情故事在里面的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认识了许多新的词还有句子，在这边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热水壶，弄管。第二个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大家最需要的就是热水了，少水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热水壶保温效果很好，弄管保温效果冻火。做这个茶寿啊，其实它已经快失传了，也许大家有机会可以到汶水老街亲自体验一下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